根据着民间健康检查中心2018年到2020年的资料统计，讲19岁到64岁民众有高血压的问题比率，以新竹地区是上界悬的，特别是伫科学园区上班的人，更加是高血压的这危险族群。根据财政部综合所得税申报数字显示，新竹市民以132.3万摕到全国第一。不过收入愈悬，工作压力嘛较大。在2018到2010年，7万外接受民间健检的人数内底，已经高血压就占11.3%，高血压高风险的人数嘛来到28.9%。像我先生就是长期坐办公室的，对，所以他们也是有肥胖情形，但他自己本身他也没有去很特别去注重血压这一块了。新竹是科技业的重镇，那大家科技业都非常的忙碌哦，尤其这个电子业的这些，那在他们忙碌的生活工作中，那当然往往呢会忽略自己的健康，或者是因为生活的紧张压力。忙碌而造成血压的增高而不自知，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脖子紧，脖子会觉得尤其是后颈的这个比较紧，还有头晕，这些都是高血压的一些症状。医生讲，一般血压若是在120到140之间，就算是高血压的前期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营养师也提醒，除了要注意食的物件以外，运动嘛真重要。蔬菜水果里面有富含镁跟钾，那它其实对于血管的一个弹性来说，其实是有帮助的。其实久坐啊，其实真的就是寿命会比较，可能真的会比较危险，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1个小时就可以起来走个5分钟。事实上，高血压患者年岁有愈来愈少年的现象，定期做身体健康检查，除了会使知影家己的健康状况，也降低中风的风险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